后来又继续来看这个桃园病院，最近也收到捐赠的物资，拢会一个传到面册来表示感谢。但是其中有2箱的往来数，总共有500袋，是互未少的护理师头壳拢起麻，留言讲看了会气喘。原来这个往来甲往来是共音，医护人员拢会尽量袂食，避免病人往来。好心的民众送2大箱，拢总500粒的往来素去桃园病院，病院翕落来团起的人面册细到写，煞互真侪民众拢惊一条。有护理师讲，看到往来素底想要皮喘，有民众讲拍开箱仔，就亲像看到炸弹同款，因为往来素会互因的空气量对咧旺来啊，然后会很忙啊。之类等等的，一站出去，病人就一直吸进来的那种概念，对，叫人行凤。对啊。除了怕旺来以及很忙这2个东西的协议，医护人员呢也会对喝的很讲究。像是呢，如果像是这款果汁，他们绝对不会喝，因为有 CPR， 意思大家都不想要每天做 CPR。另外呢，连可乐上面也不会喝，因为可乐上面有3个 C， 大家也是不会喝。像有时候我们就会牵扯说，检商你今天是不是吃到什么？怎么病人这么多啊？有无去掉的食品，当然嘛会有好去掉的。譬如讲，病院放射室内底都会放青色乖乖，希望机器乖乖莫害去。医护人员讲，虽然知影这是无经济的对当因，不过家己愈无闲，就代表愈侪人着伤。表面这特殊的节，嘛是希望大家拢平安健康。